你就是我刘一鸣最大的梦想。让他静一静。我觉得也是，让孟叔一个人待会儿。明儿，这病呢，虽然不是什么小病，但也不是什么大病级别。作为家人，一定要调整好心态。一鸣说的对，很多事情啊急不得，至少孟叔现在病情没加重。我知道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觉得我们家妮儿真棒，真坚强。你还说呢？真的，只要一般女孩遇到这状况，早懵了，不一定哭成什么样了。志恒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孟妮真棒。哎，怎么他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呀？怎么那么会拍马屁啊，张志恒？我可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啊！哎呦，行了吧你，真恶心。我们家妮儿是丑也美，这笑也美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才真恶心呐！那你可以不听啊。对啊，你可以转过去啊，少儿不宜。我还是走吧。哎，不错啊。卸磨杀驴，重色轻友的典型代表。拜拜。驴儿，拜拜。不搭白。走了这么多地儿啊，还是觉得我们家乡自己的海最美，美得像梦一样。这跟北京比起来啊，这儿才是我的天堂。那是你，别人都觉得北京才是天堂。北京不是天堂，北京是战场。你怎么突然从北京回来了？因为我要把自己打包成礼品，送给你这个优秀毕业生啊。那你干嘛把行李也带回来呀？我这不顺便回来度他1-2个月的假吗？这样房钱也省了1-2个月。怎么样？你男朋友会过日子吧？嗯。可是我现在，我知道孟叔对于你来说很重要。如果孟叔需要人照顾的话，我会一直留下来照顾他。一鸣，你真好。真的。可是我不希望，因为我爸拖累你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爸他就是我爸，这辈子只要你需要我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大海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孟妮就是我刘一鸣最大的梦想。妮儿，你就是我的梦，你在哪儿，我的梦想就在哪儿。媳妇儿，谁是你媳妇儿？从早上到夜从那边逛到那边，从那边逛到这边，不就为了200块钱吗？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我是为了选个性价比高的。再说了，200块钱是小事，可1个月省200，一年2400，10年24000呢。算得挺清楚啊！你天天买电脑，就你这家破网站还不够成本钱呢，我平常怎么教育你的？钱是赚出来的，不是抠出来的。好意思说。
我再赚呐，咱那个网店过几天就拿5皇冠了。你真打算一辈子开网店呢？你看看人家梦妮那俩男朋友，一个前一个后，哪个不比你强？不是，媳妇儿，我对那可是一心一意的呀，我绝不会像刘一鸣那样离开心爱的人搞异地恋，我就陪在你身边。你滚出去！妮子，跟我们家穷鬼买电脑呢，越穷越破。那我晚上给你电话吧，先挂了啊。媳妇儿，以后当朋友面能不能给点面子？行，我再给你个机会。今天逛过的店，选一家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不然甭买。你最有决断权，离开你我什么也干不成。你定。好。这2年啊，古装、现代、年代、战争，我就没停过，机会也不少。可就是没有遇到过自己喜欢的角色，没有我自己喜欢的角色。一鸣，这凭你的实力，应该有机会啊。我跟您说，现在这影视圈跟咱们之前想的不一样，它靠的是什么？机会、运气、人脉、实力。实力有他妈个屁用啊！运气，运气，狗屎运！你什么时候降临到我刘一鸣的头上？你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，咱们俩见面，你就在这跟我喊耶，什么时候？干嘛？这么软弱，这么无助，你的那些霸气，你的那些自信哪去了？你要考学的时候，你站在舞台上的那种状态哪去了？刘一鸣，我今天一定要给你找回那种感觉，找回那种自信。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好，放下，放下，走，上舞台。好，鞠躬，给。你才是舞台的主宰。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这才是刘一鸣，这才是属于你的真正的沃土，你的归宿。怎么样，丁老师？这都是假的，虚无的。我不是没有自信，是在这个社会里边，你太有自信，太有个性，会吃亏。这2年我一直在吃亏，因为你改变不了这个社会，你就要被这个社会而改变。一鸣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在北京能会产生这种想法和感慨，释放你真正的才能，是吧？因为你在北京，你没有机会。老师以前跟你讲过，舞台才是你真正的归属，才是你成长的一片沃土。一鸣哥，有件事一直想问你，你就真的放心把孟妮儿交给志恒哥吗？
你不怕他俩日久生情，比翼双飞啊？你说乖海什么呢你？哎，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？这兄弟如手足，女人有衣服呀！说什么呢？哎，秦明，你听听，不是，你太坏了。胡说什么呀你？没胡说，他说的。那你重说。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父母。狡猾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志豪，你看，你长得又帅，而且多金，什么时候找一女朋友啊？怎么说话呢？穷则独善其身，富则妻妾成群，怎么找一个找一群呢？对不对？哎，听你的。啊，等你有钱了，你就找好几个是吧？我不是那意思，别以为今天你张哥、刘哥都在，你就长能耐了。刘哥、张哥，什么刘哥、张哥？